最近有一首歌叫《家和望江》，廣州市市長都話好聽，嗌大家都去聽啊！今日我就嚟到白雲區嘅家和望江地鐵站，同大家講下呢首歌關呢個站咩事。嗱，首先你望到呢一片地方呢，就係家和街道，後邊嗰度呢，就係望江村啊，所以呢個站呢，叫家和望江。家和嘅意思呢，就係禾苗茁壯、稻田豐收啊。咁啊，望江呢係一條古村，有700幾年歷史嘅。嗱，末代皇帝溥儀佢嘅老師呢，就係望江村人黎暫之，係清朝嘅禮部尚書嚟噶。望江村嘅戶籍人口有1萬幾人，但係外來人口呢有20幾萬。你睇而家晏晝4點幾啊，咁多人喺度搭地鐵，因為喺呢個站呢，可以坐2號、3號、14號線去全廣州唔同嘅地方返工都得，所以好多人選擇喺呢度住。咁喺2020年呢，有一個四川靚仔叫做海來阿木，佢懷住嚟廣州尋夢嘅夢想啊，就嚟咗家和望江呢度住咗落嚟，日日搭地鐵啦，佢都聽住嗰個粵語報站名家和望江，家和望江，佢覺得好有 feel， 好想寫一首家和望江嘅歌。咁啱有一個音樂人叫吳歡，係安徽人啊，喺廣州打拼咗20幾年噶啦。有一次呢，佢就喺家和望江呢度搭地鐵啊，跟住見到車廂入邊一對情侶喺家和望江呢度道別，佢即刻有 feel。就翻屋企用1個鐘嘅時間寫出咗《家和望江》呢首歌，之後揾咗海來阿木嚟唱呢首歌。最經典嘅2句就係下一站我們就各奔東西，分手在家和望江的夜裏。因為家和望江呢，向北係白雲機場，向南係廣州南站啊，所以呢度呢，唔單止係情侶離別嘅地方，亦都係好多人嚟廣州追尋夢想嘅起點同埋終點啊！有人喺呢度揾到第一份工，有人喺呢度收穫咗愛情。對佢哋嚟講呢，家和望江啊，唔單止係一個站，更加係佢哋對廣州嘅共同回憶。我哋話衡量一座城市夠唔夠偉大，唔係睇佢有幾多摩天大樓，而係睇佢可唔可以睇見平凡人，可唔可以包容平凡人，等普通人可以喺呢座城市體面生活，追尋夢想。